今次呢係我第2次參與空心佢哋嘅電影製作。喺呢套戲裏邊呢，飾演一個叫史博士嘅人啦。咁要打入國際市場都有翻英文名嘅 Vincent C， 即係史雲生啦。咁喺呢套電影裏邊呢，我有3個得意嘅門生啦。表面上我都係一個好似好衰、好惡死、好麻煩嘅教授嚟嘅，但係其實我對啲學生有用嘅。咁喺呢套戲裏邊最難忘嘅一段到而家為止就要拍一段中咗槍嘅戲，要接到一啲假嘅血，都幾逼真㗎。結果啲衫褲都曾經擔心洗唔到啲血跡啊。當然有屋企有部洗衣機，浸多幾個鐘都解決到。今次呢套電影呢，可以見到空心佬嘅導演呢，比以往係更加專業啊！你見到佢哋所用嘅器材人力物力都比上一次嗰套電影係更加精彩，更加豐富。我呢度都唔會講太多關於劇情嘅，因為好多關子、好多秘密、好多特別嘅嘢呢，希望你到時睇又會睇到嘅。誠意推薦你一定要睇呢套電影，暑假就會同大家見面。